真侪民众伫网络买物件，拢会透过第三方支付的平台来做交易。也毋过这款第三方支付的公司，目前是无资本业的门槛，资格嘛无啥限制，所以嘛真侪诈骗集团的工具。有立委就呼吁主管机关所谓发展部，应该爱制定管理加辅导的制度，来强化监管。 民众伫咧网络顶买物件，若用信用卡付款，拢会经由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，因我也产生真侪问题。强制法遵声明，加强监管力道。立委开记者会讲，伫即马登记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业者有14000外间，每工会产生960万的虚拟口座，进行代收代付。因过因为无资本业的条件，甲开业的资格限制。 或真侪诈骗集团滥用洗钱，要求主管机关社会发展部应该拟定对策，加强立管。2/3以上第三方支付业者实收资本额是0，数发部在管理要求必要资本额应该明定，落实金流信托，必须对于虚拟账号的金流足迹有及时的存入。李伟讲，诈骗这么正严重，已经将这个案危机。 应该强制第三方支付业者爱提出法遵声明，才能进行服务，来做到洗钱防治办法，也强化信用认证。我们在现有的这管理措施之上，其实都已经有在要求，比如说像刚刚的这些客户 KYC 这部分，这登录制度大概这一阵子就可以。对银行公会，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有关银行对第三方支付。 提供虚拟账户服务的这个强化的措施，他如果有经过这个账户，应该是可以看到他那个金流的一个流动。作为发展部表示，已经加金管会合作联防，积极管理加辅导第三方支付业者，来做到确保民众安全使用相关的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